3月27號 Pokemon TCG Pocket 就有一包新嘅擴充包，叫做 High 放異彩。佢今次係以呢一個色為做主題嚟出一啲卡啦，先係會有呢一個噴火龍、大針鋒、帕奇利茲、魯卡里歐、帕底亞三地鼠同埋呢一個嘅撲龍龍。佢最大獎就係呢一張噴火龍嘅2粒6個人星星等級嘅意圖卡啦。佢之前係冇呢個等級，我估佢可能係同皇冠應該係同一個等級嚟，應該又係最大獎啦叫做。然後就係呢一張魯卡里歐都係2粒6個人星星嘅等級，然後就係3個能量100雙，然後對面備戰全部扣30。我覺得呢張還 OK 啦，我覺得都算勁嘅。我覺得佢可能可以搭呢個怪力。跟住就係有呢一啲嘅色圍嘅 R 卡，又係1粒呢個6個人星星。又有一張呢一個 AR 嘅米納龍，就係搭呢個鯨魚用嘅。我感覺上就應該未去到好勁嘅。然後就係呢一張赤紅啦，跟住佢係可以對面嘅 EX 打20傷，佢有少少類似板木，不過佢係淨係打 EX。然後有新嘅新葉 Mail 同埋又係海螺絲。然後仲有呢一張奇樹，就係將雙方嘅手牌放翻牌庫，然後抽翻你放翻入牌庫一樣嘅數量嘅卡啦。